最后，我们来看阅读测验的填空选择。这种题型要大致了解文章的大意，再针对空格前后句子的语义、关键词等线索选出正确答案。有时候如果选项比较难判断时，可以将选项带入句子中念一下，就能辨识出前后语义是否连贯。比如说这一段文章中有3个空格，每一个空格都有4个选项来让我们选。现在我们来利用刚刚的解题步骤，一起试试如何选出正确答案。先看懂文章大意，我帮大家读。奇怪，伫路顺冇看到白讲，敢用无有日草金路呢？爱用版读用版唔解，阿爸手老爱讲。阿些呢，该唔係金路啦，該係金絲天。金絲天冇唔錯，金絲天就係用來少，用版用解。認為安尼客家人自古就從事文風，香港日頭，為到為感恩古神先賢嘅智慧傳承，表達對文史書冊嘅敬重，當然將嘅訴求捍衛盤絲知己。原來係咁樣啊！莫怪咪儂係台灣嘅博士志向，愛用版愛見識學問，係冇思維讀書唔識哦。我們看完文章，了解文章的大意是：作者在路邊看到金爐，但旁邊又沒有土地公等神明要祭拜。經過作者父親解釋後，了解到這是金字亭。客家人重視文風，為感恩古聖先賢的智慧傳承，每年正月初9還會辦字紙的祭典，來表達對文字書本的敬重。以上是文章的大意，接下來我們要將題目選項帶入空格看看。第一題前面的句子是：敢用無有日草金路呢？按用版讀用版唔解。把選項1的測帶入讀測唔解，都拆不開。選項2分帶入讀分唔解，都分辨不清楚。選項3量帶入讀量唔解，都諒解不通。選項4門帶入讀門唔解，都想不通。因為前面句子有問號，表示在自問自答，所以我們會選4。敢用無有日草金爐呢？愛門讀門唔解，怎麼會有一座金爐呢？我想都想不通，與前後的意思才會相合。第二題，冇唔錯，金絲亭就係用來燒物解。這題在講金字亭的功能是燒什麼呢？1司機，2運機，3佛壇，4垃圾。因為我們有先了解文章的意思了，所以我們一看就知道要選1號。司機冇唔錯，金絲亭就係用來燒司機。第三題，按用版愛金絲學問，係冇思維讀書唔識哦。我怎樣要禁字習文，要不然的話書會讀不好哦。這題要怎麼選呢？如果你一時沒有頭緒的話，可以將選項中的字詞帶入。選項1，愛原來愛金絲學問，我原來要禁字習文。選項2，愛唔是愛金絲學問，我不必要禁字習文。選項3，愛聽出愛金絲學問，我一定要禁字習文。選項4，愛聽聽愛金絲學問，我穩妥的要禁字習文。所以選項3是正確的。檢查一下前後意思是否連貫。愛聽出愛金絲學問，係冇思維讀書唔識咯。我一定要禁字習文，要不然的話書會讀不好哦。今天我們的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課程就上到這裡。
祝福大家考试顺利，拿到高分哦！